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仔日是12月初9。提摩太后书2章22节到23节。就闪避少年人的情欲，就甲遐用清气的心求救主的人，做伙追求公义、信仰、仁爱、甲和平。毋通有愚妄无知的辩论。你知这代志会引起冤家。保罗劝勉提摩太，伫面对伫教会甲生活，就会记你闪避少年人的情欲。伫这时阵，要闪避这情欲上好的方法，就是甲遐用清气的心来求救主，并且认真追求信仰，伫生活中间正做信仰属灵同伴的人，来做伙追求。求主帮助，互咱会通知，无做迄个愚妄的人，也伫信仰中间找到属灵同伴，来做伙认真追求信仰。愿主的快乐时刻甲你相甲伫地，耶稣听你，使你